咁啊，呢一個新嘅廣播大樓其中一個特色咧，就係同 Stanley 隊都有關係㗎。咁咧就係咧，我哋嘅直播室咧係搬咗嚟地下㗎。咁觀眾或者係市民咧，如果行過嘅話咧，可以透過我哋嘅落地玻璃咧，同你打招呼㗎。係咁希望咧，藉此咧可以同觀眾咧拉近啲距離咁啦，係嘛？係。咁我咧就喺登打士廣場嘅現場直播咧就告一段落啦。咁啊，交翻俾你啊，蘇凌峰。好，唔該晒你，立本。好啦，睇完登打士廣場嘅情況咧，轉同梁振森傾下啦。啊，梁振森啊，你背後咧叫燈光燦爛噃。而家究竟你喺邊度？係唔該晒蘇凌峰啊！我而家喺5樓嘅天台度嘅，全多倫多咧最繁盛嘅地方咧就喺我下面啦。呢度唔單止可以感受到城市嘅脈搏，仲同卑街金融區咧係近在咫尺嘅。而未來我哋嘅財經新聞咧，將會係更快、更全面咁去報導商業、經濟同埋市場嘅動向㗎。好啦，唔該晒啊，梁振森。嗱，等陣嘅財經環節咧，再同你傾過咯喎。好啊，好啊。嗱，咁就睇下我哋嘅另外一位拍檔陳漢聰啦。陳漢聰，嗱，你而家咧就身處3樓嘅新聞部啊，感覺點樣咧？嗱，可以用一個字嚟形容得晒啦，就係好字啊！因為3樓就係 Omni 嘅新聞部所在地咧，全層樓嘅每樣設備咧都非常之完善，肯定可以為大家帶來全球咧最新最快嘅體壇消息啊！等陣嘅體育環節咧，陳漢聰你就會喺3樓再同大家見面啦。等陣見啦嗱，Omni 喬遷之喜，除咗有3級政府代表恭賀之外咧，亦都有本地嘅政界同埋官方代表發賀詞嘅，祝賀 Omni 新聞更上一層樓。新西 Omni 電視台將搬遷到新的辦公大樓，在喬遷之喜之際，我謹此向Omni 電視台表示熱烈的祝賀。我好高興知道 Omni 台喬遷之喜，我喺呢度代表香港經貿處祝賀 Omni 台百尺竿頭更進一步。Omni TV 歡迎你哋搬嚟 Yonge 同埋 Dundas 呢個地標，係多倫多中心嘅辦事處。我哋期望 Omni TV 嘅製作更好、更完美。祝 Omni 喺新嘅 Dundas Square 嘅地址度係大展宏圖，新聞資訊同埋各種節目咧係更進一步，亦都喺度多謝 Omni 咁多年喺個社區度係為我哋服務。退舊迎新，我知道 Omni 咧喺呢個 Yonge 同埋登打街有新嘅道具，有新嘅人士，有新嘅作風。咁咧就喺佢喬遷之喜之咧，我恭喜佢哋，希望佢哋一係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我代表多倫多市政府恭祝 Omni 電視台喬遷之喜，祝願呢一個 Omni 嘅 TV 咧喺呢一個新嘅地方咧，更加為我哋呢一個社區咧做全面性嘅服務亦都喺度咧恭喜佢哋。衛生部首批200萬劑甲型流感疫苗安全審批之後，為有需要國民注射。涉嫌酒後駕駛導致3個女人死亡嘅司機被控16項罪名。下個環節會有報導。跟住係天氣簡報。渥太華今晚逐漸多雲，3成機會係有驟雨㗎。多倫多係多雲大風。倫敦市多雲大風，溫莎市間中有雲。聽日方面，渥太華多雲有驟雨，間中有陽光；多倫多多雲，倫敦市係多雲間中有陽光嘅，3成機會有驟雨，而溫莎市係有驟雨。稍後仲有詳盡嘅天氣報導。